大家好，歡迎返嚟 Speediance 頻道。我知你哋仲係好好奇啦，甚至有啲懷疑 Gym Monster 入邊到底有啲咩。今日我會帶大家深入了解，全面展示呢部機嘅所有功能。想象下呢，就好似全方位自助餐咁呢，你想食嘅入邊通通都有。跟住我呢，一齊睇下。首先我哋睇下健身課程，但佢開始之前，我哋再細分一下，所有嘅動作都已經預先錄製同設計好，由複合動作、自重訓練到有氧運動，你都可以做。佢哋仲有划船機同滑雪機，然後你仲可以進行篩選啦，選擇你想練咗肌群同埋器材，組合成專屬於你嘅健身計劃。無論你已經知道要做咩，定係想揾新動作咧，你都可以開啟呢部機提供嘅所有內容。最正嘅係呢啲唔單止係圖片啊，你可以點擊入去任何一個動作，睇下視覺化嘅示範。你甚至可以選擇你中意嘅教練。如果你唔中意嗰個人咧，可以諗其他人。然後當我哋向下捲動，你可以睇到完整嘅描述，話俾你知咧呢個健身課程入邊會發生咩事。重點列出咗機器嘅設置位置、高度限制，你會用到嘅器材同埋配件，你所需嘅一切都冇呢度，甚至連呼吸節奏都有。收縮嘅時候係咪呼氣？落去嘅時候係咪要呼吸？一站式提供你所需嘅一切，仲會話埋俾你知會練到邊啲肌群，邊度應該有感覺，邊度唔應該有，同埋點樣避免受傷。呢部機真係咁都有喎。而家我哋攞起手柄就係咁簡單。如果你好似我哋係個健身狂，我會喺日誌度記錄晒所有嘢。好彩呢部機可以自動幫你搞掂晒。你可以點擊數據睇翻每次做動作嘅所有記錄，你嘅分數、最大重量、訓練量，仲有你做嘅重量。如果你中意呢啲練習咧，可以快速收藏同埋儲存。每次做嘅時候咧，都可以睇到自己進步嘅幾多。好啦，而家我哋知道咧係點運作嘅。我哋冇設置一下，然之後開始活動下身體，點擊開始。喺呢度你可以設置每邊嘅重量，計劃做幾多組，同埋每組做幾多次。你甚至可以設置組間休息時間。我哋開始啦。好啦，而家咧我哋睇下健身課程。我哋頭先睇過嘅所有動作都已經組合成預設嘅健身課程，而且團隊會不斷更新呢啲課程啦。無論你嘅目標或者訓練風格係咩，想做 HIIT、有氧，甚至瑜伽或者普拉提，都可以喺嗰度嚟。同樣嘅篩選功能都適用。假設今日我哋想做咗唔太辛苦嘅運動，我哋有20至30分鐘時間，想用3頭肌繩練下手臂。點擊入去揾翻所有預設嘅相關課程，然後就可以開始。好啦，我哋揾到想要嘅健身課程啦，點擊入去。但係佢開始之前呢，我要俾大家咁樣好正咁樣點擊訓練計劃。你可以睇到我哋會由智能重量記錄開始，呢個係系統自動幫你記錄嘅最大重量。佢會預先加載嗰個重量，或者你可以自由設定自己嘅重量。佢亦都會追蹤埋嗰個重量。無論你嘅目標係咁嘅，如果你想增肌減肥或者做 Speediance 預設嘅計劃，全部都冇晒嗰度。而家可能呢個健身記錄係幾個月前錄低嘅，你隨時可以攞翻更新個清單。你可以更改動作、更改教練。假設你發現某個運動你唔係咁中意入去，將個動作改做一啲完全唔同嘅嘢，佢會以同樣嘅方式鍛鍊到相同嘅身體部位。然之後喺嗰度，我哋要做嘅就係點擊開始。今次呢，我哋會嘗試達到25分鐘嘅運動量，推舉738公斤嘅重量，並希望消耗190卡路里。好啦，我哋已經講咗好多內容啦。如果你中意呢啲內容，如果你覺得有幫助，請點讚訂閱。你睇冇支持對我哋好重要，多謝大家。依家有冇好正嘅嘢？健身運動都好正，佢哋將所有動作組合埋一齊，變成一個健身運動。但係全導向健身運動就真係好特別，佢係完全沉浸式嘅，就好似有個私人教練咁喺屋企嘅。你點擊開始，佢哋就會引導你完成成個過程。佢哋會提示你嘅動作，點樣設定重量，甚至幾時休息同埋休息幾耐。我哋即刻開始，我會話你知呢樣嘢到底有幾正。我哋開始啦。對準腳趾上方，手臂稍為抬高。我諗手臂伸直，以手踭為支點，保持手臂貼緊身體兩側，用盡全力向下扯。好啊！將手踭向後推，然後划船。3、2、1，係啦。好啦，假設你已經補晒成個清單，你揾唔到一個最適合你嘅健身運動，
你可以翻轉頭，我會俾你睇一睇好正嘅嘢。你可以自訂並建立自己嘅健身計劃，喺呢度幫佢改個名，佢只係識，然後我哋加咗動作入去。今日我哋會篩選一下，我仲係會喺胸部，然之後繼續喺嗰度呢，你可以加入任何你想做符合你健身計劃嘅動作，加晒入去，然後呢度就開始好玩。因為如果你好似我係超級發燒友，我諗自己親自自訂喺嗰度，我哋可以加入你想做幾多組，每組之間想休息幾耐，所以我可以設定晒所有我想做嘅重量。我可以將動態模式改做離心模式或者鏈條模式。一旦你設定好呢樣嘢，佢就係你個人嘅健身運動。呢個係我最中意呢部機嘅功能。一旦你設定好晒並儲存嘅，佢就會變成一個獨立嘅健身運動。你可以一次一次睇翻去做。當你點入去，你會見到你每次做嗰個健身運動嘅所有數據，佢會追蹤你嘅進度，並顯示你進步咗幾多。喺嗰度，你甚至可以更改更多嘢。啲人第一次就能夠建立一個完美嘅健身運動。咁所以我哋隨時可以編輯嘅，我哋可以更改順序，我哋可以更改器材。假設你唔中意健身嘅流程，或者如果你唔想用長凳就冇走嘅，如果你想加入更加多嘅健身運動咧，就加埋入去。無論你想點做，呢個都係完全可以自訂嘅，就係咁簡單。咁所以我哋由動作到呢一個健身運動，再到傳導向健身運動，下一個層次就係訓練計劃。呢個更似係一個長期全面嘅健身計劃，係為你嘅日程而設計嘅。你可以選擇由2星期到長達12星期嘅計劃，而每一個設計都係為你內置好晒所有嘢。了解你嘅方法，知道要花幾耐時間，而家已經有接近100個唔同嘅訓練計劃更新嘅，而且仲不斷更新緊。我哋入去其中一個程式底下，咁你就可以清楚見到訓練係點樣安排嘅。逐個禮拜嘅，你仲可以見到自己進步咗幾多。喺呢個程式嘅第1周，你會做上半身塑形；第3周你會挑戰上半身個力量嘅。呢個係你進度上邊嘅大躍進，都能夠見到每日鍛煉內。你可以點入去睇下成個過程入邊嘅每一個動作。而家我哋翻去頭先個人鍛煉嗰個畫面咧，真係好犀利。揾到你想做嘅程式之後，只要點擊加入就得。之後你嘅每日儀表板就會提醒你具體要做嘅嘢，唔使再估今日應該做乜嘢。跟住個日程表做咧，就會見到成果，就係咁簡單。如果你因為有事或者現實生活太忙而錯過咗一次訓練，個程式會喺你上次停低嘅地方重新開始，就係咁多。呢個就係 Gym Monster 健身宇宙咁搶先嘅。想知更加內部貼士，快啲訂閱掣啦，追蹤我哋，仲要睇埋個鐘仔。我哋會不斷製作新片。如果有任何問題，歡迎喺留言區提問，我哋會回覆。